的主，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的主，你起初已认识我心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舌头上的，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我可以往哪里逃，也不可能躲避你的灵，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透的。我的主，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的主，你起初已认识我心路，我躺卧，你都细察。舌头上的，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我可以往哪里逃，也不可能躲避你的灵，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透的。从深处知道我的意念，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从深处知道我的意念，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我可以往哪里逃，也不可能躲避你的灵，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透。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透的。我的主，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的主，你起初已认识我心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舌头
手在我身上，我可以往哪里逃，也不可能躲避你的灵，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头地。我的主，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的主，你起初已认识我，我喜怒，我躺卧，你都细察。舌头相比，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我可以往哪里逃，也不可能躲避你的灵，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头地。从深处知道我的意念，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从深处知道我的意念，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相抵，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我可以往哪里逃，也不可能躲避你的灵，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头地。你的至高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头地。姓名。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也必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邀请弟兄姐妹，我们站立，一起来赞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缺谁呢？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的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应声。英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请跟你隔壁的弟兄姐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帮助。前面的荧幕没有开哦，这一台哦。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
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生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生虽有哭泣，一生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有确信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吗？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颠覆我依靠你。你是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颠覆我依靠你。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颠覆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咒诅为祝福，为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
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突然让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圣洁国度属神的子民，也谢谢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神迹的器皿，更谢谢你使用你的大能跟慈爱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可以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你所赏赐给我们新的盼望，帮助我们放胆传讲主你美好，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这个礼拜本主日是为了南坎长老教会的建堂来奉献哈。那在报告之前我们请南坎教会的蔡新生牧师来为我们做报告分享，谢谢。感谢上帝
奇妙的带领哈。那今天看到很多老朋友，也有很多新朋友哈，能够来到迦南教会，真的很开心哈。也谢谢我们陈牧师、小慧接纳我来这里请安报告，主要就是为我们的建堂。那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给南崁教会一个新的未来了哈。那我想应该简单讲，就是我来到南崁到现在大概13年哈。这13年来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建人跟建堂的工作。那建人就是一样，就是建造牧者团队啊，目前有2个牧师，1个传道啊，还有长职团队牧养团队，来完成教会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哈。特别教会是马街牧师在1872年2月14号来到现在已经135年了，所以教会曾经经历了7次搬迁，4次的建造啊。那这一次的建造，这个红砖的这个房子是第4次盖的，现在要做第5次的建堂。那应该是在去年2025年的2月哈，有一个动土的感恩礼拜。那从去年8月开始来挖了这个地下室2层，然后我们要盖地上5层。我们在周报里面有讲那个建堂的简介，大家可以自己看就好。那因为我们这个在教会原本的停车场这里大概有290多坪的土地，但是实际受容积率、建蔽率，所以每一层实际这样盖的面积大概在160坪左右了。那工程经费加上装修跟设备，像物价也上涨哈，所以估计大概要2亿6、7千万这样子。那目前已经完成了，从地下室去年8月到现在5月，已经盖到地上3层，已经灌浆跟完成墙面，所以现在准备要往第4层、第5层来，预计8月会做上梁的感恩礼拜，希望能够很迅速的能够完成这个建堂的工程，费用非常庞大，南崁教会没有任何的租金收入，全部没有，都是靠弟兄姐妹来同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样来完成。所以目前就是也盖到现在也付掉了很多费用了。那接下来还有银行的贷款等等，所以也需要可以能够来到我们迦南教会。我现在这是大家一起参与上帝国的圣工的建造了大家有没有神的国度？我相信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迦南教会盼望今天早晨能够透过这个影片大家可以对建堂我们有一个了解就播这个影片，谢谢。南崁基督长老教会位于桃园芦竹地区，是一间由马偕博士设立，拥有135年历史，并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多年来，教会持续为未来发展预备空间，先后购置停车场土地，并在2017到2019年承租南崁大楼作为教育中心。2021年又租下新南路一段30号1到5楼作为宣教中心，盼望为儿童与青少年提供更好的聚会环境，也更深入连结社区，成为门徒装备、社区服务与宣教的重要基地。目前我们面临房舍老旧、空间狭窄、缺乏电梯与无障碍设施等挑战，加上通膨影响，使建堂经费大幅增加。即使如此，神的恩典从未缺席，弟兄姐妹也同心摆上，自发参与义卖与奉献，出钱、出力、出创意，一同为建堂守望。正如诗篇127篇1节所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让我们持续为教会建堂代祷，求主亲自带领施工平安顺利，并充足供应一切所需。建堂意象与新堂外观设计。建堂主题：兴起发光，建造教会。新堂名称：光的教会。设计发想：
以5件7纤为外形设计之基础，将立面分割为12块亮体。12这个数字也象征建堂100年来的筚路蓝缕，神的恩典如同光一般凝聚并团结大家，以建筑物不同大小的亮体分割，象征不同世代、不同民族彼此相互扶持与传承。神的恩典像阳光一样的遍布大地，铺在4项立面上，开出许多光带，让光从内部透出，象征4方皆能同沐主恩。借着光的教会的影响力，改变南坎，改变城市，改变国家，如同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的名，圣经要发生，瘸腿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在这里。没人认识他，被囚的出监牢。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瘸腿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这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兴起发光，生命荣耀，发现照亮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领人群里，我是承载神荣耀。这个是上2个礼拜，我们几个建堂一起在现在的1楼一起祷告。见人见他，荣耀归神。就再次谢谢大家，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到我们迦南教会哈。在隔壁大楼的我们原来的礼拜堂1楼也有一些义卖，我们有2位长同工也在那边。如果等一下离开要到那边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义卖。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做一个声控的这个小的台灯哈，那也可以。还有我们青年自己设计的运动帽，还有桌游。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做我们义卖的一些用品，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跟参与。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在周报里有简介，还有奉献袋，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关心南坎教会，一起参与。上帝赐福大家，谢谢。好，谢谢蔡牧师的报告哈。我想那个蔡牧师过去也曾经当过迦南教会小会的议长3年哈，所以跟我们关系是非常的好哈。那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好，接下来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
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绝对肯定的信心，让我们在生活里听见你的话，活出真实的行动，并在考验中坚持守住你的应许。现在我们奉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主所用，求主悦纳。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好，报告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信就是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再一次，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阿们。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好，接下来我们来报告哈。本主日是南崁教会建堂的募款，那由蔡信生牧师来为我们讲道勉励跟报告。那请弟兄姐妹关心跟代祷跟奉献。那我们在1楼49号的1楼也有义卖欢迎姐妹到那边来选购。那我代表教会先谢谢牧师的来勉励哈。好，谢谢牧师。好，总务会议日期是在本主日的下午1点。那开会的地点在202教室。那请那个总务的同工留意出席的时间。然后下主日的爱餐暂停因为有长执会的关系，所以我们暂停1次。那如果有安排小组聚会的，那午餐是自理那这个礼拜天是有爱餐。这个礼拜天有爱餐好，再来敬拜部会议也是一样，是这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那开会的地点在602教室。那请音乐总监还有各部的组长，还有圣歌队的队长要准时来参加。再来敬拜赞美的祷告会，在这个礼拜3的晚上8点到9点的时间。那地点在这个地方。主理是邀请周信荣牧师，是永光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那敬拜赞美团的同工，请在7点到这个地方要有敬拜的研习。那欢迎请大家准时来参加。然后再来松大的讲座，在礼拜3的10点，早上10点半到12点。那主题是遗产是留给家人最后的礼物。遗产是最后的礼物。那讲师是陈燕杰律师，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再来友爱基金的端午节的慰问金已经开始受理的那麻烦各小组长那为组员来申请。那申请表
交到那个干事室，那时间是在下主日下个礼拜6，5月23号12点以前要交交到干事室。再来志工一日游，有报名志工一日游的在礼拜6的8点，我们是8点在教会门口集合，然后就出发了所以请准时那有参加的人要携带身份证购票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然后带健保卡，还有个人的药品、防晒防蚊疫这个很重要，因为那边有蚊子然后饮用水。那现在还是可以报名还有13个名额。我们这次去是2台游览车去那要报名的也可以在今天来报名。然后再来新世纪的福音勇士这是那个阿嘎北儿童牧区的夏令营，那主题是破解网络成瘾。那时间是7月6号到7月10号，总共5天的时间，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那在5月29号以前呢，报名的有早鸟的优惠，那价钱是1200块，那原价是2000元。那欢迎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小孩，还有社区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再来，今年刚好是我们的松年大学的30周年，那我们将在10月1号到3号有3天的时间，我们前往高雄的冈山分校，然后参加参访的旅游。然后要报名的也是有早鸟的优惠5000块，那6月底以前要报名，然后不限松大的学生我们的兄姐都可以来报名。那如果要报名的，可以找我们的翠芬长老来报名。再来青少年的领袖营是永光教会来主办的，那时间是8月20号到8月22号，有3天的时间。那地点是在新竹圣经学院参加的对象是国中到大学这段的学生都可以来参加。那如果要报名的在本主日的5月13号以前来报名。那如果这个礼拜有报名的我们仍然是有早鸟的优惠价3000块。那本会的青年教会有补助半价1500元。再来5月21号、22号2天，新竹妇女部有灵修的旅游。那已经有报名的弟兄姐妹请于5月21号礼拜4出发以前，早上6点45分要到教会集合，那7点要准时出发好，那本主日陈柏志牧师，我们的牧师他外出去上课去进修，所以不在教会。好，接下来我这边有一个来宾陈素华姐妹，请问坐在哪里？好，陈素华姐妹，好，欢迎你，欢迎你。好，那在上面他有写说他要回到教会了很感谢神那希望我们华语牧区的小组长可以来关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4章46节到54节。好，那我来念双数节，大家来念单数节46节，耶稣又回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从前他变水为酒的地方。那地方有一个官员，他的儿子在迦百农害病。他一听到耶稣从犹太来到加利利，就去见他，求他去迦百农治好他那病危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要不要看见神迹奇事？你们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官员回答：“先生，求你在我儿子没有死以前，同我一起去。”耶稣对他说：“去吧，你的儿子会活的。”那人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去。在途中，他的仆人迎着他来，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他问他们：“儿子是什么时候好起来的？”他们回答：“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热退了。”那父亲想起，就是在那个时间，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会活的。”因为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大回到加利利后所行的第2个神迹。好，
接下来我们邀请蔡信生牧师来为我们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绝对肯定的信心带来神迹，绝对肯定的信心带来神迹。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半信半疑。很多人对耶稣就是一知半解。我再次鼓励大家，既然你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的姐妹回教会，我们要对神有绝对肯定的信心，我们对神有绝对感恩的一个心志。阿们吗？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我的主，你爱我们到底，主也让我们跟随到底。今天早晨打开我们的耳朵，敞开我们的心门，来聆听你自己对我们所启示的话，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在婚宴里面把水变为酒。但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就是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却很少被人去重视。而这两件神迹都发生在同一个地点，也就是加利利的迦拿。而且这两个神迹相隔的时间没有很久。大家想想看，婚宴使人有一种欢乐的感觉，但是在婚礼中没有了酒，谁能够解决呢？所以我们可以想看看，第一件神迹，它就预表了耶稣他非常重视婚姻。所以我们教会是看重婚姻跟家庭的，阿们吗？水变为酒，它是改变了生命的密度。耶稣使水那样平淡无味的人生，变成了香醇美味的人生。而大臣，我们看到这个大臣，这个官，他拥有的是一个极高的权力、权位、权势，这是令人羡慕的。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得了重病，谁能医治呢？我相信以他的财力，以他的背景，他已经看遍了名医啊。所以第二件神迹，他预表了耶稣，他也是重视家庭。他医治了大臣病危的儿子，他改变了生命的长度。耶稣将濒临死亡、绝望无助的人，那样一个感觉到无助无力的人生，他反而变成了一个充满了盼望，得着了一个可以永恒的生命。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也让我们思想到这个父亲，他对耶稣的信心产生了这么大的功效，这是绝对肯定的信心所带来的神迹。而这位大臣，他也扮演了一个爱子情深的父亲的角色，使他愿意放下他那个原本高高在上的身段。他不是派个仆人来哦，他是自己亲自的来到耶稣面前求见、求助。这真的很不简单。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大臣对这个孩子极深的爱。弟兄姐妹，不管你有多高的地位，你有多少的财富，你总是会遇到一些你自己无法解决问题的这些困境吧。你总会遇到一些让你束手无策的事情吧。在疾病的面前，人人平等。疾病总会让我们看见人的软弱、无奈和无助。
而这个大臣，他看着自己的孩子经历了病痛的折磨，我相信他内心是非常的煎熬。他对孩子能够得到医治的渴望比谁都强烈。这位大臣，我相信他一定是听见了耶稣从犹太来到加利利，他一定听闻了耶稣曾经行过的很多，甚至因为他就在这个地方，耶稣来讲的话，或者是上次不久就在加拿头这个地点。你知道那个婚宴，犹太人的婚宴不是就那一天哦，他是连续1个礼拜这样一直请客的。所以你可以相信这个大官，他可能他自己去，或者是他的朋友听到了告诉他，他竟然能够使水变酒的这个神迹。所以他听到了，他一定很想尝试啊，他也渴慕去求耶稣来医治他快要死掉的孩子。所以在约翰福音4章49节，在这里这位大臣就来对耶稣说了：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跟我下去，就跟我一起去家里来医治他吧。他说这句话，表示他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他慕名来找耶稣是信心的表现。但是当时大臣的信心可能还很少，还很有限，因为你看到这个大臣是给耶稣划定时间跟方式。时间就是你现在跟我去我家，方式就是你不能在这里祷告一下说你一定要跟我走，跟我下去吧。因为那个地势，这个就是要回去他的家啊，往下走。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他限定了耶稣的方式。所以因为这位大臣他认为时间一定要及时，就是此刻，一定要趁着孩子还没有死，言下之意就如果孩子死了，那就来不及了吧。而医治的方式就是要耶稣亲临现场，可能要亲手按手为他孩子祷告，这才有办法。可能是这是他的方法，所以他必须要耶稣来到孩子的身边，孩子才有可能得医治。但是约翰福音4章48节，耶稣就对大臣说了一句话，而且旁边有众人，众人也在听呢。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很多人都凭眼见了 ，To see is to believe。我要亲眼看见，我才信得下去啊！我还记得耶稣复活之后，曾经来到马可楼，在门徒跟众人之间，耶稣穿门而进。但是有一个门徒多马，他不在。人家告诉他，他们见到耶稣，见到复活的主，他就是不信。他说：除非我亲眼看到，我亲手摸到他那个钉痕的手，他那个肋旁被长矛枪刺伤的那个位置，肋旁，我总是不信呢。人是软弱的，即便在2000年前已经与耶稣同在的人，而且一起了3年半的人，仍然不信了。所以耶稣说了这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若不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就是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盲点。其实耶稣什么也没做，连祷告也没有，他只是简单的对那个大臣说：回去吧，回去吧，你的孩子会活。你说他的病会好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如果弟兄姐妹你也在现场，当时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听耶稣讲这句话，对大臣的回复，你是感到疑惑呢，还是感到失望呢？耶稣，你是在糊弄我吗？
还是你的心情是忐忑不安？还是真的就像大臣一样，想拜托耶稣亲自到家里一趟比较踏实？但是那个大臣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哦，他就是相信耶稣当场所说的话，他采取了绝对肯定的信心了。所以大臣就没有带耶稣，他自己回家了。就在快到家的半路，他家的仆人已经迫不及待的冲出来，想要找主人，想要告诉他。那时候没有手机，对不对？那时候没有那种即时通，可是没办法，所以一定要亲自要本人。他仆人很兴奋，他就冲出来，到了半路就看到他要赶快跟他说他儿子活了的消息。所以当这个大臣见到他的仆人，圣经是说仆人们是用复数，可能好几个过来了。他就问他说：“我儿子是什么时候好起来的？”他还要确认一下嘛。50节啊，这个时候这是耶稣说：“你回去吧，你儿子会活。”耶稣直接讲：“你儿子会活了。”那个人注意听到圣经说，那个人是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注意听，你不信回去那是半信半疑，对吗？但是这个地方他是信耶稣说的话就回去，所以信是多么重要。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仆人回答是：昨天下午1点钟热就退了。昨天下午有时间，我跟耶稣讲话，他告诉我你回去就是下午1点钟啊，就是那个时间点啊。如果这个孩子是在大城遇见耶稣之前就好了，说不定会觉得那是别的医生、别的药给他好起来了吧。但是仆人却明确的说出一个准确：昨天下午1点钟，他热退了，他病好了。所以这个大臣就明白，原来是耶稣当场借着信心话语的宣告，让神迹发生了，当下同步的出现了这个神迹。所以耶稣的医治是一个带着权柄的医治，而且是立即的生效啊。耶稣说会活，大臣的儿子立刻就得医治，就活了。你可以想想看哦，他的儿子是在哪里？刚刚圣经有读，一起说加百农。圣经地名啊，加百农，嘎别龙啊，在加百农。可是你知道他们现在来找耶稣，耶稣这个地方是不是你可以相信耶稣现在人在哪里？他是来到哪里？迦拿，对吗？所以这个迦拿，我们看一下地图，这是加利利海，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旁边，迦拿是在这个。迦拿位置比较高，你知道加利利海是低于海平面的，它是低于海平面200公尺这么低，它的地势是低，所以才会从他要回去叫做下去加百农。他本来是叫耶稣从迦拿跟我到加百农去医治他，耶稣没有去。这2个地方一起说40公里，40公里，那就从这边开车差不多已经快到湖口了，你知道吗？差不多。所以有这么长，那时候也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路，就是要走路。所以为了找耶稣，他得从加百农来到迦拿找耶稣，然后他回去要到加百农说，直到孩子好了，是昨天，可见路已经走1天了。是在昨天下午1点钟就好了。所以可见上帝的能力，上帝行神迹完全不受空间跟时间的限制。这件事情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在4章53节这个地方说，他自己就是大臣本人，还有全家都信了。来拍手感谢神，哈利路亚！真的，你看到这件事情带来，因着大臣去的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啊，他还没有相信耶稣啊，还不信耶稣的。但是回到家，他跟他全家都信了。大臣自己信了耶稣，
他当初的信为什么说他还不完全还不够？因为他还没有看见儿子被医治，但是他心里是有信了啦。但是此刻他的信心，他原本初步的信心，当时也许真的半信半疑，但是直到仆人，直到他家里看到孩子活了，印证了这个医治的时间跟医治的一个果效，他完全坚定不移的信了。弟兄姐妹，那我问，到底什么是神迹？神迹就是记号跟超能力。我们是自然人，但是我们经历了超自然的神迹。请问一下，水变酒，这是化学变化它一定是超自然的。一个要死的人活起来，那一定是超自然。所以神迹是上帝说话，上帝作为，上帝的行动，是上帝做工所留下来的痕迹。他显出了上帝的荣耀，带下了上帝的恩典，证明了这是上帝恩惠的福音。一起说恩惠的福音。就好像你知道我们来路上一定很多的路标路牌，对不对？因为这是要指引人去的地方。今天神迹也会指引人来到耶稣那里。所以我们宗教改革家，我们长老教会的创始者加尔文说过一句话了：神迹的用意是要罪人对耶稣基督产生敬畏，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罪人能够认识明白真理，并信靠真神。所以神迹的目的是要使人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使人信耶稣，可以因信他的名而得生命。我看到大臣的全家信耶稣，这是新约圣经中第一个因为一人信主，全家都得救的见证。经文中没有记载这全家人为什么会信主，但是大臣一定会跟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父母亲人，甚至他的所有的仆人来分享他亲身经历的见证。经历上帝恩典的人，一定是能够做见证跟传福音的人。新约圣经多次提到全家信耶稣的事，因为全家得救是上帝救恩计划中宝贵的应许。所以就要鼓励弟兄姐妹常常要提名，为家里面还没有信耶稣的长辈、我们的同辈或是我们的下一代祷告，做阿公阿嬷的要为还没有信主的孙子们祷告。你一定相信神有他的时间来拯救他所爱的人。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看到一个未信的这个大臣，外邦人的大臣，他就是有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而上帝果然因着他的信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所以耶稣要借着大臣亲身的经历，让他真的明白什么是真信心，就是不凭眼见的信心。我们刚刚所读的经句就是告诉我们，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他多么盼望孩子会好，对吗？他就是对他所盼望的事有把握，还没有看见孩子会好，但是他有一个确据。所以一般人都是什么？眼见而信 ，to see is to believe， 一般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上帝的法则是先信而见 ，to believe is to see。我们英文里面 see 呢，除了看见，还有说 "Oh yeah, I see"， 我知道了，我明白。因为你相信了，神会让你看懂、看明白，神会让你真正知道他要行的每一个合着真理所产生的神迹。
所以大成的经历是渐进式的信仰经历，他从慕名而来，他想尝试一下，到半信半疑，到坚定绝对肯定的信心，而且带领了全家信耶稣。从大成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好父亲，爱孩子，爱家庭，有信心传福音的榜样，这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来学习，你要经历神迹，有一个很重要的4个信心的原则。第一个，我们来宣告，信心是从听见开始。大成听见耶稣要来加利利了，他不只听见耶稣的行程，他更听过耶稣说过的话，他也听闻了他曾经在迦拿行过的神迹，不然他不会那么渴慕的来找耶稣，来医治他病危的孩子。弟兄姐妹，信心永远是从听见开始的，所以什么？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因为有人传，才有人什么？听。听了不一定会信哦，但是没有听就很难信。所以我们一定要迫切不断的来传，要来分享，要讲，讲了才有人听。所以信心是从听见开始，所以必须要有人传。就像大成听见，一定有人告诉他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相信，就像罗马书10章17节的，我们一起来念。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真理，相信耶稣是要从听道，而听道就是基督，我们耶稣的话来的。所以从这一段话，我们看到这个什么时候你听见上帝的话，他就会在你的心里面，而且在心里的深处产生出渴慕，进而你对神产生一个信心的一个力量。所以上帝会通过什么？都说你知道上帝怎么对人说话吗？很多人说我没听过上帝的声音呢。神怎么对我们说话？我想有3个管道。第一个管道是透过他的仆人说话。所以呢，我们的教会也一样嘛。我看周报，我们也有3堂礼拜，有青年的礼拜，对不对？主日有2场礼拜，对吗？神都差派了他的仆人来分享神的话语，阿们吗？所以你要仔细的听讲道，把神的话刻画在你的心里面，而且把你听得到，把你的感动可以甚至记下来。也许这其中一句话、一个字就帮助到你了。上帝常常借着讲道的信息在对你说话，而且你能够把每一篇的讲道信息累积起来，回头再一看，你就会清清楚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以及对你的计划。第二个，上帝怎么对我们说话呢？是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从旧约创世纪到新约启示录，66卷的圣经都是圣灵默示那些40多个作者写下来的。所以姐妹，你不要把读圣经当成例行公事。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先祷告，边祷告边读经，边读经边祷告，读读，你要导读。你能好好祷告，是因为你有神的话做根基。但是你有了神的话，你还需要透过祷告来回应。你要欢迎圣灵降临，他会帮助你理解所有的真理，他会开启你的心窍来读懂经文呢。而且在你读经的时候，务必渴求圣灵的同行，祷告圣灵给你读经的亮光啊！你知道吗？我刚刚讲，圣经是神默示启示那40个作者，所以今年你要跟神祷告，主啊，求你把感动作者的灵也感动在我这个读者的身上，神就会帮助你读明白神的话语，而且会清楚知道，很清楚的明白这个你所读的每一句话会成为你这一整天，你这一整个礼拜的力量跟指引啊！
我很感谢主了哈。我们教会清晨都有清晨马拉，我看我们都有录那一段，早晨有灵修，对不对？我感谢主啊！我们迦南教会是很有读经恩典，靠着读圣经跟祷告一起生活的教会了。来拍手感谢上帝，哈利路亚！但是你要个人自己跟殷勤的，你知道吗？只要你每一天要读4章圣经，4章哦，1年可以读1遍。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更迫切的说：主啊，给我一天读10章。那我大概5个月就可以把圣经读过1遍了。很多人到见主面都还没出埃及，你知道吗？就一直停留在前面，就弄不出来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3是透过环境在说话。上帝常常透过环境的开门跟关门在跟我们说话。当上帝在你生命中关掉一扇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过度忧伤跟沮丧，因为他正在为你的人生开启另一扇门呢。你要耐心的等候，你要继续不断的叩门，直到上帝为你开了那预备敞开的门。主耶稣不是说吗？你要叩门的，他为你开门嘛；祈求的就会得着啊。寻找的会寻见呐，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候，一定要仰望神，因为上帝有1000把钥匙，可以打开1000扇不同的门，来拯救他自己的孩子。阿们吗？第2个，我们一起说，信心要有真实的行动。弟兄姐妹，光听见是不够的，你还要做真实的回应啊！我看到经文中那个大臣听见耶稣抵达加利利，他就立刻从加百农来到迦拿来找耶稣，但是他没有坐在家里等候神迹发生哦。他信心不只是在心中有感动，他还付出行动的代价来寻求耶稣。所以你一样，你要怎么去得到呢？第1个就是要祷告的行动。上帝不会垂听一个你从来没有做过的祷告，所以你要先祷告。你要祷告，你想经历神迹，最简单的行动就是祷告。心属下人在，讲给耶稣知啊！你把你的心事，把你的难处都说给耶稣。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有多少人像哈娜，他就不断的坐下来哭泣，他就站着震动嘴唇，不停的痛痛的向神祷告，倾心吐意的祷告。请记得，祷告是你听见上帝话语跟指引最好的回应。不只是祷告，第2个还一起说顺服的行动。一旦明白了上帝的心意跟指引，你必须要有顺服的行动了。你看到迦拿婚宴里面没有酒了，这对主人家是一个危机。但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对他们的仆人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耶稣吩咐那些仆人：你们家有石缸，那就把那6口石缸，就把水放到石缸里面，把它放满。这疯了吗？这没有酒，你叫我们去放在石缸加水干嘛？但是这些仆人没有多问，就顺服的照着耶稣的话去做。最后在婚宴中果然出现神迹啊！普通的水变成上好的美酒。顺服的行动太重要了。我再讲一遍，顺服不一定会顺利，但是顺服的最后一定会蒙福。阿们吗？很多人总是在等上帝走第一步，其实是上帝在等我们走第一步。信心加上顺服的行动，神迹一定会发生。第3，我们一起说，信心必须经过考验。大臣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些想法跟期待。
因为他希望耶稣能够到加百农，到他家里面去医治他的儿子。但是耶稣可能有别的事，或是耶稣有其他想法，但耶稣没有照他的话去做。但耶稣对大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所以信心是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的，特别是上帝做事的方法常常跟你想的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是事情的发展也许没有照着你的期待那样去发生呢。上帝总是在考验人的。我看到上帝有没有考验亚伯拉罕啊？他献以撒，这是一个很大的煎熬啊。100岁才生的孩子，现在这个孩子15岁、15、16岁了。我有跟他相处，从婴儿处到儿童，处到青少年了。现在叫我把他宰了。你知道献祭是什么意思？是杀了，然后还要献燔祭，对不对？有带柴嘛？杀了还要把它烧干了，这样。上帝啊，这是什么意思？而且你知道吗？从家里走到那个献祭的摩利亚山要走3天，这3天是什么时间呐？有没有内心很深的煎熬跟考验呐？所以我看到每一个信心的伟人背后，都是要经历很多的考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要相信，当一样5饼2鱼的神迹，是不是也在考验着门徒的信心？那是不可能的嘛！5000人，那如果加上女人跟小孩，是不是1万人？现在好不容易一个小孩子拿出5饼2鱼，就这么一点，我们根本，而且这个旷野晚上没有，大家怎么有地方去准备一次？我们教会哀宴准备300人，要不要花时间准备？5000人、1万人要到哪？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啊！但耶稣没有叫他们回家吃自己哦，这要不要考验门徒的信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等候的过程是很难度得过去的。我们常常就是半途下车，半途而废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上帝考验我们的时候，其实是在问我们2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啊，注意听哦，是你信得过上帝吗？神在问我们：你信得过我吗？当一切事情发生的与自己预期的又不一样的时候，你仍相信上帝的应许会成就吗？当我们渴望生命要经历突破，但是却迟迟得不着的时候，你仍然相信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吗？上帝永远是信实可靠的，他永远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只要我们选择信靠他。那上帝要问我们的第2个问题是：那上帝信得过你吗？你也肯定我相信不？是这个。当上帝呼召你摆上自己，献身做活祭的时候，你愿意与他一起同工吗？来成就上帝的计划吗？上帝信得过你，会照他所吩咐的去行吗？当神迹要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信心的器皿啊！你要成为他那个管道。当大臣相信耶稣说的话，就回去了。而他的儿子的病就在耶稣说话的当下好了。所以信心是需要经过考验。所以我们知道雅各书1章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来，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所以注意听啊，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才能发挥它的功用，而且这过程是要忍耐的，这样才能又完全又完整，而且一无所缺哦。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紧紧的跟随神，要跟就跟到底。我常再讲一遍，为什么咱丢了回160几年哦？为什么160年来很多到第3代、第4代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很多就中途绕跑了。但是你紧紧跟随上帝，他必定为你开道路。最后一个，一起说：信心要持守上帝的话。我看到大臣他选择相信，然后他就凭信心回去了。刚刚说过，他儿子在耶稣说话的当下，那时候他眼睛看不到，他也没有手机听到谁好了，对吗？就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如果现在你可能直接视讯，直接手机直接来了，但是又跟我刚刚讲，亚伯拉罕一路要走3天呢，才能献祭啊。他还要走1天才能回到家，看到儿子到底有没有好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凭信心相信上帝，并坚持到底，那我们才有一个绝对肯定的信心。当上帝应许我们在那个时刻要来到，就是当事情要成就的那个时刻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凭信心来。所以信心是要持续的祷告来坚忍持守的。所以我常说，我们祷告要怎么祷告呢？就是要 push， 你知道吗？我们门都会写个推，有没有 ？push， 推。这个 push 就是这几个字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P-U-S-H， 祷告一直到事情成就为止。拍手感谢上帝，哈利路亚！你要用信心把它推开，有好多的障碍挡着你，开不了门。Push，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 一直祷告到事情成就为止。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当我们坚持上帝的应许，坚持到底，神迹就必然发生了。摩西怎么举起杖，红海怎么打开了？摩西怎么举起手？亚伦户尔有没有糊的？他怎么凭着信心举起手？山下约书亚的带着众人的战争，是不是就得胜了？跟亚玛力人战，有没有得胜了？当我们祷告放下来了，他们又输了。所以弟兄姐妹要持守上帝的应许，坚忍到底，继续不停的祷告。最后说结论：主耶稣住在哪里呢？你说主耶稣住在我心里啊。但是我们却不常这样想哦。我们很容易感到沮丧，陷入灰心绝望，甚至想放弃这一切。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因为看不见他了，所以你一定要常常思想，你一定要肯定，你知道主，你知道圣灵都在你的里面，阿们吗？圣灵是内住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阿们吗？所以请你不但思想你有神的同在，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要再一次拿出信心跟勇气，绝对肯定的信心，不是自我催眠或自我暗示，而是完全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是任何人、任何的环境，只要你遇见耶稣，就能够逆势翻转，就能迈向肯定，并产生一个美好的结果。19世纪英国剑桥大学宗教学的考试出了一道题目啊，他题目就问了：请你叙述耶稣怎么样使水变酒的神迹。考试是简单申论题，就考这一题，叫学生问答这一题。
请问一下，请你叙述耶稣怎么样使水变为酒的神迹。后来唯一得到满分的答案，教授给100分，他的答案是这样说：水遇到了主人，脸就变红了。拍手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水遇到了主人，脸就变红了，因为喝了酒脸都红。水是什么颜色的？无色嘛，你看的嘛。但是葡萄，因为喜宴呢，加拿大最有名的葡萄酒，对不对？葡萄酒是不是有颜色的？红的嘛。这个学生答：水遇见主人，脸都变红了，没有错。弟兄姐妹，当你遇到人生的主人，他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的救主，你的人生被翻转，可以充满喜乐，得着恩惠。当你遇见耶稣这位生命的主，即使你面对最糟糕的事情跟环境，你也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那位大臣遇见了耶稣，与神相遇，他面对了儿子的生病的危机，面对即将死亡的痛苦，也因为绝对肯定的信心跟他顺服的行动，连死亡都要公开投降。阿们吗？约翰福音2章23节到25节，这里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个是继续，你可以看到耶稣每一次行神迹，好多人来信他。但是这句有一句话哦，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也用不着谁来证明人是怎么样的，因为他自己认识人的内心。在约翰福音里面，我看到耶稣，看到好多人因着神迹来找他，但是耶稣没有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因为他根本不用人来证明他是怎么样，因为他就是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知的。问题是你所知有限啊，你能力有限，你信心有限啊，你的爱有限啊，你的耐心也有限啊。所以神知道我们的内心，是神不是看人的外貌，神是看内在。所以上帝会使坏的变为好的，使好的变为更好的。阿们吗？敬拜团，我们预备可以音乐开始。所以我相信啊，不论是顺境或逆境，都会让你来肯定自己，肯定别人，肯定环境，肯定你的未来，更要肯定你所相信的那一位真神上帝。人生是肯定跟否定的战争，阿们吗？你整个人生就是在肯定否定，要不要都在那边拔河角力。人心是肯定跟否定的战场，盼望你能够拥有绝对肯定的信心，然后有绝对感恩的心智，来经历超过人所能够理解的平安。耶稣给你的不是世界的平安，是真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十分的平安，并且要见证你数算不完的神迹奇事。因为上帝可以在无路之处为你开路，可以为你打开所有原本封闭的门。阿们吗？好吧，我们就用刚我们唱过的这首诗歌来回应，也成为你的祷告，成为神迹的器皿。这首诗歌，邀请弟兄姐妹起立。主耶稣啊，你召我出黑暗，进入那奇妙的光明。你给我独特的位分，让我成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我是新造的人，所以你看为宝贵。我现在把我有的奉献为你所有，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国度。
愿我们都成为那神迹的器皿。好吧，我们从头来唱，也成为你的祷告。主耶稣，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从头来，主耶稣，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好不好？举起你的手，说我在这里。你的医治我，拣选我，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我成皿，为你神迹的器皿，用信心的眼睛，清醒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耶稣，让世界更美好。早上有2个祷告，一个祷告，主啊，让我像那位大臣一样，虽然我不认识你，我也没听过你说过什么，但是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凭着信心而来，好不好？你愿意向神叩门吗？神有1000把钥匙，能够打开每一个神儿女那1000扇门。我不知道你那一门是什么门，好像开不了，但是耶稣会为你开门。我们来祷告，但是你要像那个大臣一样，凭着信心来，凭着信心来，好不好？开口祷告，主给我信心，给我信心的眼睛，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成为一个寻求他的人。哈利路亚！谢谢主，好吧，我们来到十字架，谢谢耶稣，感谢耶稣，赞美耶稣。今天早上，让我们成为来到你面前，单单你是信心寻求的，信是得着救恩的，神是一定会有这样的看见，在你面前求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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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耶稣。第二个祷告，主啊，让我成为一个顺服的人。顺服的人就是一个听上帝的话，又向上帝说话的人。他是爱祷告，也爱读经的人，好不好？我们要跟神祷告，让我成为这样的人。我要顺服来到你的面前，成为听你话，像那个大臣听了话又这样去行的人，也来神的面前不断的寻求他，好不好？开口祷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祷告。我愿意成为一个顺服的人。
或是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的渴慕，我求主你现在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成为叩门的人，成为祷告的人。主啊，虽然我们一时还没有得着，但是我们不放弃，不气馁。主啊，让我们坚忍到底。你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所以再一次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你最爱的就是那个听了而去行顺服的人。帮助我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再一次从你的话语中领受，而且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活出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最后用副歌再来唱一遍，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已经听了你的祷告，神回应你的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你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祝祷，愿主耶稣无比的大爱，天父上帝丰盛的慈爱，以及他丰盛的恩典，圣灵的感动和浇灌，也常常与我们弟兄姐妹每个家庭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你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好，我们掌声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然后弟兄姐妹彼此请安，那帮忙搬一下椅子啊，收一下椅子，前面2排橘色的不要收，然后后面。